这个啦，这个点按以后就是右边这个了，可以中英文了，可以中英文混读了嘞。本来是只有英文，后来安装语言包，久了小电脑久了不容易操作耶。已经可以中英对中英混读了。桌面5声点 你看这个就是中英混读了。网络上可以搜寻巴拉波卡 BALA 巴拉波卡 BOLKA 巴拉波卡啦，把它打字看看它怎么念。B A 可以 B 可以大写 BALA 巴拉波卡 BOLKA， 那看它怎么念，因为它是英文，不是它是俄文，不是英文呢。还是从前面开始念呢。桌面5声点 巴拉波卡，那个应该是俄文呢，喋喋不休的意思。那个会叫做电脑报读程式，报纸的报，读书的读，电脑报读程式，巴拉波卡。然后它中英混读都可以，要先安装语言包啊。还有其他国家的文字语言，客家语、闽南语，它叫做雅语啊，雅典的雅，不过不是很像古代的汉语啊。古代的人讲呢，中原地区的人讲的就是那个闽南语呢，怎么剪不下来了？再重新打。网络搜寻巴拉波卡 B 大写也可以啊，试试看啦。巴拉波卡，巴拉波卡啊，看看它怎么念呢？那也本来是俄文呢。八还是贝？贝那是八。巴拉波卡还是贝拉波卡？哎，没有声音了。哎呦，搞成没有声音了啦！本来还有声音了，变成没有声音了。哎呀，不晓得哪里弄错了。